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11月2日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楚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行政院风波不断，地书院长苏贞昌落台，内阁改组谣言四起，不过蔡英文、苏贞昌以行动反驳风声。APEC 第10暗举办，台湾代表张忠谋伫会议表示，咱国注重数位科技，期待甲 APEC 成员经济体合作。台中捷运今日驶到高铁台中站列车所有各样即时维修搭专线已经恢复运转。国军搜救失事 F-16战机甲失踪的飞官蒋正志派出民间的探测船甲海军船舰侦测，但已经掌握乌阿巴的详细的位置。它的电瓶有90天的这个时间的限制，有90天的时间的限制，但是在1个月以后，它的这个发送的这个功能呢，它就会开始衰退。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尽全国的力量，尽速的标定这个声音所在的位置？因为声音所在的位置应该就是飞机附近的所在的位置。那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按照刚刚前面跟各位报告的方式来把飞机最终的这个找到。虽然已经掌握乌阿巴的位置，不过护机新的作业是真困难，因为位置伫海面下超过1公尺深的所在，海流较强，落去作业是危险非常，要等待天气海流较稳定，才通把机片浮起来。来讲，受开放美国猪肉进口，行政院经发言人指，牛肉面店的头家使用带正肉精的美国牛，中天新闻台换接着失败等等代志的影响。地属行政院内阁要改组的谣言四起，甚至阁有人预告苏贞昌行政院长的职务干那做到明年过年。不过，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暗拢伫面册大影片，宣传连任了后的政绩，用行动反驳风声。总统农历年前有没有要完内阁改组啊？面对记者问问题，总统蔡英文真紧就离开。这几天一直传出内阁改组的传言，力扬大众包括前副总统陈建仁、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甲桃园市长郑文灿等等，拢去用点名可能接院长。20总统的面册抛出这个影片。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 内容影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带领内阁团队半年来正式翕出来。总统府嘛伫面册发文否认传言。监察院长陈菊甲屏东县长潘明安日嘛拢分别表示，做会支持苏贞昌。院长在这样的时代承担这么大的责任，非常辛苦。那我希望社会大家一起支持他，让他稳定内阁，然后让台湾社会更提升进步。民心安定才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动力哈。我想也不需要去制造这些虚有的模拟虚拟的一些假讯息哈，来混到我们社会的稳定。党内冬季小天，那就让苏贞昌有较心头定。在去屏东视察高屏东西向第2快速公路的时阵，去问到院长的人选，也个会当滚生笑。也可能是林佳龙啊、潘孟安啊，怎么都没有讲到他，对不对？都是很好的人才。不过时间会证明一切，我们慢慢看。蔡政府因为来抵执行正义发言人不实指控牛肉面的业者，还有中天新闻无换照等等的代志，拢受到各界批评。但是总统甲院长2个人日走行程的时阵，拢老实在在，要用行动来破除外界对换院长的传言。记者综合报道。APEC 领袖峰会站以网络会议的方式举办，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台湾发表演说。张忠谋表示，家己伫会议当中表明，当今疫情滚价，咱国愿意分享成功的防疫经验。台湾也真注重数位科技，期待甲 APEC 成员经济体来合作。2020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袖峰会20暗时以视讯会议方式举行，有21个领袖参加。美国总统川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咱国领袖代表张忠谋，真难得财务部长同时出现。张忠谋也在下晡伫总统府召开的会后记者会，强调会中发言是注重台湾的数位科技。中华台北在这个供应链中拥有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半导体制造设备、半导体设计、半导体制造，一直到系统工程及组装都包括在内。
张忠谋也提出，咱国在防疫经济振兴的成功经验，并且向各国表达合作意愿。伫 APEC 3点钟的会议了后，各国代表也顺利发表3年来头一份共同声明。吉隆坡领袖宣言，国发会主委景明星指出，咱国防疫表现也在其中被讲到。数位健康照护这个议题它的概念跟精神已经纳到就是双部长的这个部长声明里面，也纳入了领袖宣言之中。根据了解，会议内底各国领袖各自发言，并无交集。李习近平在会议中提出，亚太应该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且表示中国会积极考虑加入 CPTPP， 也被解读是急着进行签署 RCEP 气势，展现要甲美国来相比较的姿态。记者综合报道。也第一届台美经济欢迎谈判对话顺利结束，讨论议题包括全球供应链定做合作，佮有5G 安全网络等8大领域。台美能够顺利签署合作备忘录 MOU， 也伫今日当接办记者会，代表台美战略性的经济合作正式启动，指出半导体会是双方优先拍拼的项目。头一届台美经济欢迎会谈对话，伫美东时间28，经过8点钟的对谈了后结束。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抛出伫美国华盛顿举办的实体会议顶悬，甲 AIT 执行理事那英签署合作备忘录的相片。经济部处长陈正基甲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阁是用手稿头拍招呼徛伫中央。若是台美官方嘛伫2月共同召开记者会，象征双方战略性的经济合作正式启动。这个是台美就经济议题的最高层级定期对话机制，而且是一个制度化政府对政府的机制，预计将每年召开，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有所影响。在与台湾工作伙伴共同合作30多年之后，对于美台关系的前景，我比过去都更加乐观。美台关系的确就是真朋友。真进展。吴钊燮强调讲，签订的 MOU 有5年的效期，到期了后会当继续展延，袂因为政党轮替转来有影响。现在以政府委员郑金忠表示，这届台美对话讨论包括全球供应链重组、5G 千禧网络、经济甲科技合作等8项议题，其中确定半导体战略合作也是双方的优先项目。台积电确定要到美国投资，那就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合作关系。美方也一再提到。半导体是未来发展 AI、5G 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因为这个对话是以经济甲产业做主题，郑金忠指出，会议当中无讨论到由美国贸易代表处 USTR 所负责的台美 TIFA、BTA 等等的贸易议题。嘛，因为 TIFA 的重点是特定的议题，在台美的关系愈来愈倒败的状况之下，双方拢认为需要扩大对话内容，所以产生甲 TIFA 并行的经济对话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台中捷运市芳高单第6天中昼12点12分，捷运驶到高铁台中站尾站的铁基路的时，发现列车有各样需断电维修。捷运干那驶到北屯总站到大庆站，列车伫下晡1点27分检查完毕，但全线已经开运转。台中捷运试营运第6天，发生列车运转设备无正常，受影响有高铁台中站、乌日站、九德站、高中立站。乘客坐到大庆站了后，无法度继续行落去。民众伫车顶翕到当时的情形。这是台中捷运在列车的门去接到人了后，第2摆出状况。台中捷运讲，21中昼12点21分开到高铁台中站，因为列车无正常，必须局部断电。维修人员落来铁基路到故障车辆的所在进行维修。在局部断电维修期间，台中捷运启动北屯总站到大庆站的局部营运。车辆维修人员前往检视处理。那维修人员检视之后回报，这部车必须要做紧急性的抢修。那于是我们就安排该区域的断电。那后续维修人员执行了相关的检修之后，顺利让列车移往回轨去驻停。台中捷运指出，捷运列车开到高铁台中站终点站时，旅客落车了后，会开到上尾铁基路，再去回头重新来发车。这时阵系统侦测到无正常状况，自动断电。民众是讲突发状况，试营运期间应接受，应变最快才是关键。不然就不需要试营运嘛，但试营运我觉得还是需要那个一些时间让它更顺一点，让系统更顺一点。那接下来他们大概要怎么处理？还是我们要做什么样营运这样？
台中捷运的列车无正常了后，原本要驶到高铁台中站的乘客，也赶紧安排伫台庆站用公车来转搬旅客。经过无正常状况，在下晡1点27分已经完成检修，排除障碍了后，恢复专线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看线看南投，南投草屯的粪扫坑台场站家己导火烧起来，这站搁再凸显南投无焚化炉、粪扫无地墩的问题。那环保局就表示，各地焚化炉修做搁有，互政府统一调度较贵去。不过环保署是呼吁县府作为着爱愈积极，粪扫除了可调度，也搁有其他方式通处理。大火对粪扫山一直烧出来，制造空气污染，更加危及边仔的高压电塔。草屯粪扫安排场即阵正式粪扫转运站，这大火烧出地方的粪扫处理困境。环保局指出，当年要起焚化炉，计划予中央化停，即阵粪扫无所在通处理，环保署也无在调动协调，呼吁归期甲各地焚化炉拢该收归国有。你可以统一调度啊，或者他说他没有权利啊。你国家自己的楼，你想要用收归国有来统运做统一调度，为什么一定要给地方的议会把持？然后让整个的调度失控失灵呢？依法粪扫处理是地方事务，中央在必要时会用统一调度。不过焚化炉有空出来所在，会用到小的管区，可能因为民意反对，不爱收其他管区的粪扫。南投环保局认为，环保署应该更加有魄力介入协调。不过环保署表示，几年来和县府的经费推动其他自主的处理方式，亲像是粪扫燃料化。不过县府无够积极。县市跟乡镇有点消极，中央能够给预算，但是呢，原则上啊，如果说给了预算也没办法执行，然后把事情一直拖延了，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事实上，南投即阵有3亿的经费，会用处理堆地的粪扫，不过有钱也无一定有法度处理。关键依然在其他县市是毋是要收？钱已经有啊，但是钱有看伫遐严尔让流向无位好收啊。对，这点嘛是你讲了正确，就讲其实高雄市己本身也意味嘛，也就讲也当地的人民嘛也考量啊。环保局指出，袂少县市焚化炉正伫修理整建，亲像台中原本有斗3工收，不过即阵也无法度来斗3工。这2工先赶紧甲草屯粪扫运往高雄处理，也毋过是毋是法度全面送到高雄去消化，一时也未讲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疫情，香港第4波武汉肺炎疫情有影食力，今仔日病例做一增加43层。卫生单位判断跳舞的群组当中，恐惊有急熬胃病的患者。香港政府宣布，对今仔深假开始，所有会当开 party 的空间拢要关起来，酒吧、夜店也禁止民众跳舞。也中国上海、天津拢搁在表本土病例，患者当中有上海浦东病院的医护人员，所以这间病院暂时关门。今日有9宗舞厅门关起来，外口打广告讲，因为有较真者捌来过，所以必须暂时关起来。香港发生第4波新冠病毒疫情，日一个增加43例确诊，佮加上第2日有跳舞的俱乐部出现群组感染。香港政府宣布，日半暝开始，所有的 party 空间必须关起来，酒吧、夜店、夜总会嘛禁止现场表演及跳舞。我亦都呼籲咧，曾經係去過呢啲嘅跳舞群組嚇，或者一啲跳舞嘅派對嘅人士咧，係尤其是涉及今次呢個群組嘅人士咧，我希望佢哋咧第一就係要盡快係檢測啦嚇。香港甲新加坡原本計劃日要啟動兩地旅遊氣泡，旅客行前要接受病毒檢測，不過到位了後無需要隔離。但是即馬香港疫情所拖翻頭，旅遊氣泡可能會出現變數。若是香港未來3天總共出現22件以上的病例，新加坡就會暫停旅遊氣泡的計劃。到日一早起為止，官方講新增加7個本土病例，其中天津5例，上海2例，而且上海其中1個人是浦東病院的醫護人員。疫情即馬拖到病院去，而且要進入秋冬季節，嘛互病毒傳染的警訊，閣一個去互注意。記者綜合報道。看到轉來咱台灣，國民黨提出公投着白大選，閣有反美國豬肉進口這2項公投案。中選會昨決議內容着補足4項，這戰引起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大力批評，講這是挑戰，也呼籲民眾明仔載着行上街頭，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所以明天大家一起走上街頭。
呼吁国民党员离一定要行出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第一参加新北市党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不过，国民党提出的公投北大选，加翻莱克多巴胺猪肉2项公投，和中选会决议会限车提案领衔人限期保证，和江启臣真不满，批评根本是刁难。中选会不应该做内容的审查，它只能做形式的审查。所以你今天在刑事程序上刁难我们，那其实是代表你只想没收公投。我们请他就这个部分呢，来配合公投法第2条第2项第3款重大政策的一个复决要件，也要来做一些必要的厘清补正。因为莱克多巴胺猪肉加网滚这事件，媒体追问民进党政府这阵民调降低，是不是讨厌民进党的气氛真强，有利国民党？江启臣也顺势搁再呼吁民众，离行上街路，表达不满的心声。你要让人民在寒冬或者风雨中上街头，你自己讲过，做总统的应该要感到惭愧。总统明天会上街头，会走完全程吗？如果全程不太长的话。因为国民党的推动宣传，秋到主办单位估计，会有3万人参加活动。主办单位强调，游行除了大化，要求总统蔡英文撤回开放莱克多巴胺猪肉行政命令，也诉求苏瑞谷总时落台表示负责。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尊重人民言论集会游行的自由。记者慈宏报道。也因为前行政医院人员事件牵连到皇家团成这间牛肉面店，但这间店所有人指控讲加工厂并无依法登记，也店头伫今日出面展示营业和工厂的许可，强调一切照规定行。针对这站，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市府若接到检举，会照规定处理。一个看到媒体来访问皇家团成牛肉面的人，遂提出冷冻包的包装纸箱，强调顶面就工厂地址，毋是地下工厂。因为前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的莱克多巴胺牛肉事件风波，包含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人连续到皇家团成食牛肉面，就是意外被逼出工厂无登记，疑似地下工厂。除了公司登记，我们也有在食品业者登录平台上登录我们的生产工厂。因为当时我们的厨房正在作业，那因为地板湿滑，那我们的同仁有跟他说，就是希望就是能够穿着这个比较安全的服装，然后也避免污染食材。店头澄清，经发局20来就是检查，因为无穿着专套的卫生服，无方便可以入去检查，毋是拒绝检查。对着技术防查指标，店头会感觉真无奈。这个不好说，只能说在这个事情的浪头上，我们希望事情赶快落幕，因为美食是不分颜色、没有国界的。是接到民众的检举，一切会按照我们法定的规定去处理，一切我想经发局都会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经发局表示，进前有接到检举，所以20发动稽查，判定是毋是无登记的工厂。23会搁再发文联络，并且甲相关单位进行联合稽查。记者综合报道。家己出名的食品厂福义献一款饼，包装店面无掺防腐剂、人工色素香料、加乳化剂等等。不过，大家发现讲成分当中加无混带乳化剂，产品内容无照实标示。卫生局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罚业者4万，业者已经回收商品，重新包装。家己真有名的食品厂福义县，平日到休困日，店内底甲路口的摊，拢有真侪人客排队等要买两卷。但是即马所传出伊甲有机商店理人合作的饼，涉嫌漂示不实，去互检举。它的产品外包装写了不含乳化剂，可是它的成分里面却是有乳化剂的一个添加成分。高雄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函请福义县甲理人总部所在地嘉义市甲台北市卫生局处理。业者是出面驳回，产品确实是无加磷化剂，是产品成分当中的镉粉是复方原料，有微量的磷化剂。它产品本身的原料中的原料，这里面有含有乳化剂，是，可是它是微量的，是合法的，对，是政府允可的，对，所以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食品安全。虽帮业者表示，毋是挑故意加添，毋过也是有漂示不实的问题，去互嘉义市卫生局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法处罚4万。它使用的这个原料有算是间接的这个添加剂，所以就是有涉及到这个误食，就依这样子来把它裁罚。业者登记了已经把产品回收进行包装修改，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袂过重复处罚，毋过后续若是搁发生成分漂示不实的状况，会依法来加重处罚。记者综合报道。
较早有人讲啉大井水无肥也水，就是咧讲台湾府城西定方的水一甘甜。早伫咧17世纪，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就选我近安平港的所在去大井头，互往来船帮会当有淡水通补给。落尾这口井就成做台南市民权路无益欢迎的开始。也这条路也出侪有民主意识的人，那公司台语台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这条历史已经超过200档的民权路。对景印制手动雕刻、箱边、刺灯、路尾、石仔架，刻印55档的单红列，逐部拢足认真。伊讲的安尼，才通互人看会出中顶文这款字体的水。这间伫咧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的印仔店，传到单红列已经是第3代，特别100年的老店啊。单红列毋但是印仔店的老师傅，佫是中西区赤坎里的里长，嘛是台南市古迹上多、上繁华、上闹热的所在。伊讲民权路对整个台湾民主发展有正重要的意义。台湾要有民主化，要有自由，就是从我们民权路这一条街开始发动的。较早的台独意识啊，政治意识啊，佫存在，大家引以为傲啊。感觉讲吼，阮遮较早出足侪高人吼，有若对咱台湾足侪拍拼的所在啦。包括前台南市长，也捌是台独联盟主席张灿宏，邮报炸弹案的主角王庆南，法务部长谢仲博，文学家叶兆涛，舞蹈家蔡世国。吴三连、吴修泽、郝武利等等台南帮的企业家，也佫有王玉德、王玉林兄弟啊，拢徛伫咧民权路这搭。所以遮的人拢是迄个时阵，日本时代一直到战后的这个真重要知识分子，因迄个时阵所接受的教育是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以后的这个新的西方教育，所以因其实对民主的想法，按照日本时代到战后的民主讲的，实际上是非常的大啦。台南市民权路毋但出袂少有台湾意识的人，其实早伫咧17世纪荷兰人来台湾的时，这就是台湾上早开发的一条路。这口大井头，当时抑搁伫咧台江内海，是府城重要的码头，也是船只往来补井水的所在。上早的这个商业活动咧，人聚集的所在啦，一直拢是台南吼。200几档来上闹热的这个所在，所以大井头带动的是啥？伊的下骹这站就是报家嘛，也就是讲好野人拢留伫遮嘛，所以好利啦吼，因拢总是伫这搭遮发展起来。大指头对1965年二战了后，因为民权路做粉块工程，这口井护栏被拆掉，简单加砍一个铁挂，转变做即马这个模样。不过伊的存在，看到将士民权路顶来来去去的车灯、步行、商行抑个存在，就知影伊的意义悠远深远。记者阿敏金뉴욕市台南报道。观众朋友，明仔早起东北风减弱，气温会回升。不过暗时的时，东北风会搁再反强，北部甲东北部会反冷。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无定会下大雨。桃园以北的地区、东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其他地区平湖、金门、马祖实际云到好天。明仔载天气如何？咱做伙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东部这边上低22度，上悬29度。大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
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